欢到台湾传统的车鼓戏说唱艺术艺术团，歌手陈明章甲民间的基金会发起台湾民谣整治传习的计划，要收23个艺生来学习传承这传统的民谣。旭阳民俗车鼓剧团的3位艺术同齐演出书滚探。车鼓阵创作的内容时常以描写生活、农村和文史为主，今麦已经真罕地看到。创立50档的旭阳民俗车鼓剧团嘛，拄到传承的问题，为了无爱互珍贵的台湾民谣社团，红建全基金会和台湾乐器民谣协会推动台湾民谣整治传习计划，直接到公布艺生的定选结果。23位的艺生。然后背景事实上来自各个不同的领域，从就本身在从事音乐到室内设计到不同的，所以我们非常期待有新的火花、新的创意。你能做多少就算多少，我们一代也是这样一代传下来的嘛。因为我们上个月的努力，让我们今天台湾可以这么丰富嘛。那我们也希望下一代会比我们更丰富。这个传习计划总共2年，自今年3月底开始。这23位艺生要和旭阳民俗车鼓剧团3位国宝级的艺术学车鼓南管的演唱和三弦乐器大贡献。团长高宪山表示，因会甲一生所有的功夫拢好好教予这艺生。我是希望讲咱的艺生的时阵，大家拢会当为头学尾中途奋战到底。奋战到底，拢莫休困安尼，莫阁退出这个主线安尼就对。为着要展现成果，主办方嘛打算要安排艺生和艺术，伫台湾乐器民谣节的车鼓南管节也做回定台演出。主办单位和旭阳剧团拢期待这个民谣整治未来会当为台湾的艺术文化加添新的活力。记者卢尚如、郑俊尧台北报道。